最近网络顶头出现一种中国的佚佗物叫做成分钱。高雄警方扩大追查，一个月就查到79件，是因为刑事局鉴定了后，认定这种成分钱会当伤人，若准互人提去改造，就当亲像穿去一样。警方也含这所谓发展部合作，对网络平台开始甲因切断，店家是袂当搁再卖。尤其惊啊！这炮仔就发射出去。最近几年，互中国拢在销的射炮仔的佚佗米成分钱，现在在中国的网站都来翕因第一摆送的影片，嘛有人因为安尼受伤。台湾警方最近阁发现有毋正分子甲成分钱改做穿，高雄敢若2分分局就查到76件。它具有这种可以冲击中心离火撞针的这一个类似的装置，那只要稍加改造，那在它的前方引燃更大的火药量，或是填充金属物体的话，那肯定会产生杀伤力。专家分析，上加送的这红色底火，因为火药量非常低，那正常使用确实就敢若佚佗米。但是成分钱的构造本身就是简单的火药发射装置，那小可改造就敢若更逼穿同款。刑事局实测查到的成分钱改造枪械，确认伊的动量是会当扔入去人体批靶站。金属的铝板，那所以说我们打破那片铝板之后，就知道它一定会超过20焦每平方公分。那再超过多少，就要取决于它实际装的火药量。简单改造就有杀伤力，拍开中国的电商平台，卖价是真济，一支卖台票无到150是真好买。台湾贸易业者引进，警方已经在严查各大的电商平台，发现穿云箭类似商品及通报刑事局办理，并由数发部协助将穿云箭之资讯转发各大电商，以阻断贩售。目前多已下架。警方讲，民众若身躯顶有成分钱，互查到，会互照涉嫌违反《青埔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》法办，提醒民众莫因为好奇就去买，才袂结果违法再来后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